现场，要哭了。谢谢大家来听我们的加油好不好？他前阵子在学校参加表演，然后因为唱歌，然后被看到主任哦，专门选他们当校庆的时候表演。哇塞，这样就可以校庆去表演了。然后今天这边磨练一下好不好？啊，那你们坐前面去假装你是主任。不要笑啊！主任、校长、副校长，都不要笑啊！你看到怎么办啊？考验啊，人生就这样。哥哥是这样走过来的，要不然以为这些歌迷是假的。好，加油！阿小东，加油！仰望天空，想起家乡思念延续着。是否我亲爱的家人一样想念我？哦，依然，哦，依然，哦，依然，我还爱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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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掌声！可以想找到一起唱好不好？好。繁华的街傲然，城市现实生活着，每个人都戴着一张伪装的面具，虚伪假面下，我的心依然执着着，期待下次我们一起相聚的日子。拉萨东，拉萨东。拉萨东下一个人，拉萨东，拉萨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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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拉萨东下一个人，拉萨东。拉萨东，拉萨东下一个人，拉萨东，拉萨东，拉萨东下一个人，拉萨东，拉萨东，拉萨东下一个人。鸡蛋和声，今天还是哥哥的场。在花莲只有他一个，他们现在都分散了，然后北部应该有3个，现在剩下2个，然后其他在中南部、中部、南部也有。就其实部落很多这种状况，就年轻人就是真的是分散到各个地区一样，所以很少聚会了。所以只要有聚会的话，是阶级的心要更紧密。刚刚讲到一半，就是他们拉萨洞嘛，就是因为木头关系有漂流木，所以他们叫木头人。好了，拉萨洞不要听啊，可是叫拉萨又很像西藏的人。拉萨洞，不好笑，对不起。然后他们上面有一个哥哥叫拉利伟，就用中文哦。他们很特别，他们又回到用母语的状态，然后他们上面的这个叫拉利伟，利伟是因为我们部落里面有一个人也是长辈哦，选上立法委员，这个很特别，哪有部落里面有人选上立法委员，很特别的，然后就这样，也不用也没有用那个立法委员的名字哦，然后人家很厉害。
就是用拉立伟这样，拉礼物一样，然后拉立伟上来就是我了，就拉千禧。拉撒东跟拉立伟至少都跟部落有关嘛。拉千禧是因为千禧这个。其实那时候我们刚成立，我们说我们也觉得，其实我们为什么要叫拉千禧？千禧年跟我们部落有什么关系？你们会不会怀疑？很奇怪吗？要老人家的回答也很酷千禧年这个日子实在太特别了，就是全世界都在庆祝这一天千禧年，然后包括我们部落也在庆祝这一天的来临这样。然后老人家回答就说，为什么要叫拉千禧？因为全世界的事情就是我们部落的事情，所以千禧年是，把那个眼光放很大，我觉得哇，太酷了呢！哇，老人家把全世界当作部落，所以你们的事情也是我们的事情啊，要讲啊，好不好？不要一个人闷闷的，很辛苦的啊。可以跟我们部落长辈讲，他们下一次哇5年了，5年之后要讲啊，取名字的时候，就全世界的事情都已经变我们部落的事情了，所以拉千禧属于全世界。好，带来这首歌《拉千禧》。好，我们中场休息一下下，待会回来，拜拜。